好，我传一下物件来啉，稍等我。好，昨昏咱读到1654年3月办的这个北区的地方会议吼，迄当阵讲的北区就是府城，台南府城以北啦。当然，迄当阵嘛无叫做府城啊，迄当阵叫台湾吼。府城是大清了后的名称的府城吼。台南以北的一寡所在吼，叫做北区。咱即马继续来看昨读无了的即个北区地方会议即天的日子吼。地方会议一般就是拢人事命令啦吼。咱读到遮土库，又搁称做保姆塔贝利拉玛由伊的后生塔加巴拉比吉兰来退役送管汤来，塔加巴拉比塔瓦勒亲自来出席，这两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劝勉因以后爱改正一个。哇，他哥哥袂记啊！这酗酒这个酗哩。有啦吼，他说有就是醉汉，或者是酒乱的意思吼，叫做误酒吼，所以是误酒。误酒是公主杯啦，我查一下啊，台语大书店我看有用到这字无？无，鬼死敢有这字？嘛拢无。例句敢有这字？应该搁较无可能吼。无。查一下啊，做台语好啦。台语，对应中文酗酒，吹。酒狂、酒笑、伤酒，敢若即个大华线顶书店吼，即本毋知倒位来的书店，我嘛毋知吼。酒狂、酒笑、伤酒吼，但是应该嘛袂当直接摕来用吼。各位应该知影吼，伫书店迄书毋通。看意思是讲哦，就直接摕来用啊！你一定要看一下例句，看是安怎用法吼，无你会出问题吼。并且咧，劝勉因以后爱改成误酒的即个恶习吼，恶习啦吼。好，拄则是土库吼，土库即嘛，我一直咧想讲，即个土库应该就是即嘛云林县的土库啦吼。那毋是再甲讲，土库。伫多瓦哈叫做打靶吼，汉字写打靶。白里的老腊人已经入居厝舍吼，因的长老叫做塔巴拉波安和塔拜拜利巴，两人拢来出席，但是塔拜马赖去住伫塔拉比安社，因此呢，由 Jacob Belelo
接替伊的位置，所以就命这3个人做长老，并且劝勉因爱忠实困于接手。打靶吼，打靶啥所在？我看找会到的打靶。哎，打靶写好啦，打靶都找袂到。有诶，打靶写。好，打靶写荷兰语 ，Dovoha， 或者是什么 Dovaha。台湾话写打靶写吼，是伫个嘉义平原地区的边部族、洪雅族的聚落。伫400年前，就已经活跳伫台湾舞台。荷兰文献1636年就有记载，含台湾当局和谈的当地边部族的社名叫做多沃哈。社穴就是即个社区穴啦吼，伫个即马打嘉义县民雄乡吼，民雄啦。伊个旧社址是民雄市街西沿的西安村菜园附近，哟，甲菜园附近就知。清代记载，打靶社伫每一年农历2月12号举办祭典，打靶社番男女饮酒为乐，众番该高声吼叫，连饮3工，吼叫3工。到15号，全社番男女起步奔走，欲走社叫做走社。日本时代初期，也有一寡石番住伫该区，是打靶鸡的犍、镉、鸢、鹅、蛇、雀等等六姓石番家族的原居地就是。打民雄乡福源村的番仔庄，中河川的社沟，平河川的番仔沟等的地名，含伊有关系吼。好，这是打靶社民雄啦吼。看一下地图，打靶社民雄伫倒位呢？虽然捌去食过民雄的牛肉，但是我永远袂记个民雄伫倒位。好啦，乖乖拍你。嘉义民雄。还是用？嘛无。民第5声，用一个文字第5声。好，伫遮。嘉义民雄要安怎讲呢？伊伫嘉义市的北边拄正北边。东边是德稼乡德稼，西边是新港乡，南边就是嘉义市嘛北边是大拿镇。
大拿是敢算家己，家己大拿吼，对，家己大拿，对。好，伫遮吼。好，另外我阁有兴趣查一下土库社吼，土啦，应该是其实爱读做土，但是我较早拢听人讲土库吼。所以即个汉字是参考尔，实际上即个地名含毋是对即个汉字来吼，因为即个汉字是读做土嘛吼。我查者迄个除了土，佫有啥物音？敢佫有其他音 ？THOU 第二声吼，土。我即摆用干面顶查即个汉字土啦吼，三位即个土吼，土泥土迄个土吼。来有，干面顶有受土的音呢吼，又是土，好，我那有土的音就对啦，好啦。好，土库是土吼，你若读本条是土。查对，讲要查土库社SIA 第七声。无看到土库社的伊去别考的词条，伊直接收土库镇吼，就是我拄则讲的训练的土库吼。土库镇吼，土库镇是洪雅语叫做多国王，古称土库吼，共音啦吼，是伫台湾云林县的中央。东边是虎尾、大比，西南甲元长为界，西边是褒中还是褒中，北边接虎尾溪加一个仑背吼，这是土库镇吼。我看啊。土库镇，1685年大清的时阵吼，土库镇全境是洪雅族教文社的居地。大清甲即个所在划入去福建省台湾府主路县吼。这历史我烂过，主要是要看讲迄伫个荷兰时代即个土库社，但是无看吼。好，找对好土库社吼。阮姨丈就是土库人啦吼。我自细汉就感觉因生做足烦面，因老爸吼，拢足烦面。好，来继续。对阿里山，我毋知即只阿里山是毋是就是家己阿里山？我认为可能是呢，但是毋知吼。我查只阿里山社吼，将来我想讲来查只阿里山社看有无。阿里山社第七声，敢若是阿里山神社，毋是吼。好，咱转来就是遮啦吼。阿里山又搁称做塔拉巴曼亲自来出色，但是百度并毋是因为破病袂当来，是挑工毋来吼，所以就有即个
poste 来代替退役嘅管汤来出席，因此命令即个人接任长老，也互即个塔拉曼继续留任，并且甲因讲，爱劝告因的社人以后一定要搁较乐意伫公司的事务，若无会受到处罚。对马利干是塔萨利老和塔拉木的好，两人拢早因的管汤来出席，拢互因继续留任一年，并且劝勉因爱忠实群医接受。对何某人，又搁称作 Temen、达巴卡拉贝沃勒和达卡巴拉比达巴达。两人拢亲自来出席，因为因的良好表现，又搁互因继续留任一年，也劝勉因爱继续即个良好的表现，并且爱鼓舞因社人爱读书，爱上教堂。拄则讲到阮姨丈，这因可能是土库社人嘛，洪雅族。阮阿姨呢？阮阿姨即边啦，就是阮母啊即边啦，是是伫即个新竹旧社人新竹旧社人姓片啊，即个我著较确定啦因为我伫个较早伫个新竹即个叫啥水田水田，迄是水田还是南啊？我袂记迄条街因为水田南啊街，水田街南啊是南北两条路共一条路相接安尼啦，所以我是定定分袂清，到底遐算水田还是算南啊南亚啦南其实阮在地拢讲南啊。阮外妈姓片伫遐应该叫做南嘛伊应该是南嘛伊是南仔人啊。我较早读高中的时阵，我逐工骑脚踏车经过遐。有一道呢，我著超工，因为我经过我拢会经过两间敢土地公庙。有一道我著超工去其中一间，我著停落来入起来，著行入去看。我才发现讲歹势，迄毋是迄间我读大学的时阵我读大学的时阵，有一道我骑奥多麦，读高中我骑脚踏车，我读大学的时阵骑奥多麦经过遐，我著超工停落来入去看讲迄个土地公庙到底是内底是啥物结果我一入去就看讲，这毋是汉人的土地公庙，但是已经叫汉化啦我主要为虾物会知影讲毋是呢？是因为伊壁顶有写讲因。这是啥物来历就对啦写讲这因是这是因平埔族的，敢若一个名词我煞袂记就是因的祖庙啦啊顶头就写讲啥物人捐献的即个封名啊当然有写故事啦，讲伊迄当阵啥物安怎穿煞我袂记我敢若会记顶头迄个名单顶头。差不多10个有7、8个是姓片的可能较侪8、9个拢姓片就对。我才知影讲原来阮外妈伊是即只新竹南嘛即只平埔族。当然咱若读，你若伫新竹大汉的，你若读历史，拢会讲着讲伫个南嘛遐即个平埔族，就是叫做斗卡斯。后来因为南嘛电脑咧饮水嘛，叫做南嘛你就知影足南的南看看。定定咧饮水，所以因挡袂牢。其实因本来毋是住伫南嘛，因本来住伫倒？本来是住伫竹产城。这个是另外一段故事这我听一个人伊考证伊讲的伊讲本来即寡人是即寡即个新竹的斗卡斯，伊本来是住伫竹产城。竹产城就即嘛新竹市上中迄个两林区就对啦因本来是住伫竹产城。毋是，迄阵拢无叫做城住伫竹产社嘛，因住伫竹产。后来呢，因为大清讲要竹产要起城，临时临时讲要起城哪有可能一时起会起来？无钱，无人，无工，所以迄个甲
迄当阵是淡水厅哟，还是啥？我袂记啊。应该搁较早吼，设厅进前。啊，就算迄当阵的主理的吼，主管吼，就甲即寡原本德参因就是德啊围起来，即个社队就占落来，就是讲意思讲，阮政府收落来吼，恁刷去别位大对啦吼。啊，所以讲啊，我为德做啥吼？你若去看新德的历史，拢讲啊，德参遐一开始是为德做啥吼？哦，啊，根据迄个考证的人伊讲啊，讲就是骗笑啊，无可能遮紧就我拄甲熟啊，德啊就静起来，就规个都德啊是发遮紧无毋对，但是伫咧遮了紧，遮了倒的时间内，哪有可能讲德啊随为做一个城吼，无遮紧，迄是因为本来就种好伫遐吼，迄是德参社的人因的所在，去来甲因赶因去即个南啊遐。啊，后来因为南啊遐定淹水，所以因就对南啊遐刷去即个头前溪的南岸，哦，伊迄边是北岸嘛吼，刷去头前溪的南岸伫遐住吼。头前溪的南岸就是即嘛德北啦吼。我讲毋对，头前溪的北岸就是即嘛德北吼。伫迄遐较早本来就是因斗骹是因的腊场吼，因的拍蜡的所在吼。遐也无人住，但是拢较早是算大清的时阵，应该就是讲这是因一个避魔番的所在吼，你汉人袂使去占就对了吼。啊，所以因就刷，到尾之后因就刷去遐住，啊，所以即马德北有一个所在叫新社吼，新社伫阮较早我的即个故乡麻园的即个东平一撮啦吼。OK， 新社。我想要讲是讲，所以我新竹人可能读过即段历史，拢想讲哦，即个旧社南啊遐哦，也叫做旧社啦吼，旧社南啊遐吼，原住民去用迁徙去，拢无住伫遐，无其实有，其实无全徙去哦，至少4批的因阁留伫遐吼。OK， 好，讲到遮吼，故事讲到遮，毋是介精彩啦，这是拄好我知影的部分啦吼。读到对吼，为啥物讲对遮来？就是讲，阮姨丈是反，阮阿姨嘛是反啦吼，无共反就有影啦。但是我含阮阿姨吼，捌去，我招伊去户政事务所去办迄个。户籍定本啦吼，誊本是读做定本咯，应该读做定本吼。我查一下吼，监理典。好，读做定吼，定本着。我捌招阮阿姨吼去办，因迄边的即个户政定本啊，日本时代户政定本咯。顶头你若是熟番，顶头其实会注明讲是熟啦吼，是即个熟字。但是我印象中，我迄当阵甲申请出来的时阵，我有显过内底无看到熟字吼。毋过歹势，我迄当阵伊早是阮阿姨伊本身因老爸即边，因老母迄边我嘛有敢若有申请的款，我印象中应该有啦吼，但是无看到。好来，咱继续啦吼，是读到对去，煞袂记。好无人啦吼，过来是对台北的宝达吼，叫做毋知啥物所在，他加利岛亲自来出色，但是台北的巴夏过身咯，由塔西罗马退役炸管汤来，所以就将管汤交予即个人，命令伊含塔加利岛同齐做长老，
伫多巴的巴彦，这个名感觉足熟的，但是袂记得倒位哈。多巴的巴彦是塔巴杜啊亲自来出席，但是塔杰德里阿巴缺席，因为脚痛袂当行远。毋过两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劝勉因爱忠实顺服。伫巴拉贝斯，塔加拉塔吉奥利斯波万过身咯，由伊的兄弟塔加利斯代替伊来出席，就将迄支权汤交予伊，命令伊入去做长老，并且立一个达罗德比索啊来做第二个长老，因为即个社人口众多吼。第二任又搁称做塔凯斯、塔凯拉、塔基德昂和塔贝杜达两人拢亲自来出席。塔基丹的后生嘛来出席，因拢互因继续留任一年，并且劝勉因爱顺服，并且爱督促因的社人吼，经常上学，就经常去读书啦吼。也爱鼓舞因吼，爱乐意出力来建造教堂甲学校，精选5岛康安部甲一顶帽仔，互上出的塔吉尔丹的后生。伫图鲁恰勒又搁称做塔多大督吼，汉字写大督。塔萨多尔波罗和塔加拉塔贝蒂两人拢过身，由塔拉山巴里和塔达拉阿巴加伊代为出席，就立这两个人接替因的位置，并且劝勉因爱顺服牧师甲政务员，也爱顺服公司。伫大武郡啊吼，塔巴果、塔波罗奥和塔波特尔两人拢来出席，搁再一次特责因的务酒吼，特责因爱啉酒啦吼。去年也劝改过即事或这样代志吼。不过因为无搁较好的人选，所以搁继续互因留任。对 Tamap 写讲应该，我互写讲应该是 Tarinap， 就是鹿港吼。鹿港是塔加古巴夏和塔贝贝里莫两人拢来出席，因为政务员 John Moore 证实因表现良好，所以就互因继续留任，劝勉因爱顺服，并且精选因3岛康安部。塔加古请求公司卖一匹马，互伊方便行动。哎哟，巧哦！第一道看到人要求讲配一只马来，叫阮行遮远吼。对此回答讲，若后一次地方会议伊亲自来出席，就答应卖互伊。用卖啦吼，无遮好食困吼，送你一只马吼。是讲人伊嘛请求卖一只马吼，伊嘛要用买吼。但是巧啦吼，免惊，有钱通买就买。对阿索社吼是塔达基叫啥？特加杜莫已经过身，临时指派接替伊的塔萨罗啊，因为脚受伤来缺席。不过伊派伊的同伴送伊罐汤来，塔加迪亲自来出席，这两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劝勉因爱忠实困劳顺落。对波巴里恩塔罗啊来出席，但是呢，塔拉贝贝奥无来出席，因为伊脚受伤，不过派伊的同伴来，因此这两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劝勉如常。伫道索巴多，塔达卡达加拉已经过身，临时派入伊的兄弟塔加拉塔克斯塔加拉塔克斯是后壁即个，因为破病吼，听讲破病啦，来缺席，因此命令政务员去探听，并且进一步调查即个人是毋是会当做长老。
做长老啦吼。对卡卡尔巴罗罗叫做后壁国号汉字写马罗吼。塔拉德来出席继续留任，并且征送伊一道空安部，因为伊一直拢有出席电会议。对卡卡尔萨加勒、塔劳勒勒无来出席。规说讲伊因为伊脚着伤，派伊的同伴送伊的悬汤来，就命令将该悬汤炸转去，互上述的即个塔罗勒勒，互伊继续来留任，并且警告伊讲。警告伊讲，后一次电会议若搁再缺席，就要甲伊免职。对刀索马多、塔巴西巴达亲自出席，但是萨克巴勒因为年老，由伊的后生叫做塔巴拜巴拉代为出席。虽然如此，这两人拢互因继续留任。前送头巴西巴甲两岛空安部，因为伊辛劳来去邀请几个山区的人，并且调来一个毋肯来的村社吼。对奥博安巴里斯甘哈包达亲自来出席。伊是做军队包揽高达摕到悬汤，欧纳巴加拉的悬汤已经被收回，上述高哈达和欧纳巴加拉要共用一支悬汤轮流使用，大概叫做放盘使用吼，毋是轮流吼，是放盘。伫遐执行任务，也爱放盘带来即个出席电会议。上述欧娜因为前来处地，所以征送伊一道空安部。对后满后人叫做乌牛兰吼，塔哈曼、头巴斯巴加拢无来，也无派人来，所以虽然因拢答应讲会来找人来出席。对后半德拉拉干叫做刀马两案、多位龙案吼，刀马两案，只有翁纳巴加拉单独来出席，其他两个人就是翁纳西勒甲塔贝乌斯欧米奥拢缺席，因伫个帕仙迪伯边仔迄条河流的沿岸。应该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缺席，但是即次拢互因继续留任。欧娜因为来出席，所以征送伊两岛空安部，并且命令伊爱鼓励伊的同事明年爱来出席。对后波安包雷叫做博阿雷，博阿来，博阿雷啦，应该是博阿雷。我较早拢读做博阿离吼，离开的离啊吼。但是我看伊是包赖吼，应该是博阿雷。长老叫做塔拉德阿布克和布基波利巴克拢缺席，也拢无派人来。不过，即个布基波利巴克因为目睭青面，已经甲悬汤交互政务员詹姆。对巴巴萨克马布社吼。马布索，塔贝巴比斯因为病缺席，但是派伊兄弟吼，提多巴比斯代为出席吼，因此塔贝巴比斯继续留任。塔高拉道拉克亲自来出席，即个人阮有需要时阵拢找伊斗相共，对阮真有帮助，所以征送伊两岛空安部，并且互伊继续留任。对多利达马多就是大多南社，又去称作加马加，塔贝坎达缺席无来，该讲明年爱改动卡马加马洛和加马加的即个后辈
拢来出席后壁的致富吼。迄时因将会受到公司的净利、净商的净利，然后应该读做净利、净利对。但是末年若佫缺席，就要甲因的原汤收回。伫多利达巴巴大道中社是地多卡巴亲自来出席，因为伊表现良好又佫顺服，所以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一块空间布互伊。伫多利达阿米县，就是大道北社，塔高拉塔邦已经过身，由伊的兄弟加马加塔波洛克来代为出席，就立即个人接替伊的位，劝勉伊爱困伊接手，并且赠送一块空间布。对博多尔叫做水里社吼，提多的多尔亲自来出席，并且为旧年缺席来道歉，所以就互伊继续留任，并且赠送伊一块空间布，因为伊对阮确实有帮赞。对沙拉克，就是即马沙拉吼，即马是读做沙拉，但是看荷兰文写沙拉克吼，你知影这古早地名吼，400年啊吼。沙拉塔干达巴米斯来出席，伊讲因为年纪大吼，这是最后一次来出席，将来请互伊的后生继任伊的位，所以就命令伊末年派伊的后生带早的原汤来出席，到时阵再来决定，赠送伊一块空间布。对五妈牛妈吼，即嘛汉字写牛啦吼，其实喏，你就知汉字吼，就是拢会甲伊音带歪拽去，足害，够害吼。地名写汉字实在是歹，一字尔歹。对五妈卡马加贝利和托巴巴达两人拢来出席。拢互因继续留任，并且因为因对阮路过遐的人亲切帮赞，所以阁赠送一块空间，毋是空间布，尼瓜尼亚布。第一道看尼瓜尼亚，对，阁有字卡，看觅啊。尼瓜尼亚布，尼瓜尼亚是哥罗曼多出产的有拿白线条的即种棉布。好，转来继续读吼。伫塔拉戈罗嘅长老是提多的帕什，但是拢无人来。对塞利恩塞朗长老是巴波恩，但是拢无人来。对塞利恩达罗又个称作塞利恩塔基戈阿斯。考杜斯甲达老拢亲自来出席，所以互因继续留任，并且阁赠送一块尼瓜尼亚布哦，即马事件这就对了吼。啊是若空间布发了就对了。对塞利恩塔加莫萨老大咧无来，由伊的后生塔波代替伊来出席。虽然如此，也互伊继续留任一年，并且赠送一块尼瓜尼亚布。并且劝勉伊爱引带因附近也未和公司缀合的村社来遮参加地方会议。这若敢若鸟鼠仔会就对了。对塞利恩苏巴人吼，这是一个新的村社，伫山区里有10户100人，第一次来出席地方会议吼。马达和斯马瓦纳是由西沃干的一个西那商人啦吼，炸来，炸啥物？炸原汤来哦。因来请求第一归属公司的权威之下，因此这两个人拢互因一支原汤，并且为着要鼓励因，也鼓励其他人，特别赠送因一块个人每一个人一块尼瓜尼亚布。即寡代志办煞了后，又搁因全体宣讲下列的事项。
总算林书明讲煞吼，林书明令公布了吼，即嘛要宣布19条事项哦，19条，咱啊一条一条来看。好，因全体宣讲下列事项，拢总19条。第一条，因现在又阁会当摕悬汤一年，必须要准备明年的地方会议，爱阁搞转来。虽然伫即个所在地方会议场，虽然伫即个地方会议场落的变动真少，安尼做是要互因有时间对阮的做法吼，对阮的做法吼，会当渐渐了解。第二是因除了当兵或者是其他重大事故，无论任何理由，拢不得不来参加地方会议，必须要逐年拢亲自来出席。但是如果袂当亲自来出席，就必须派人或者是因的朋友，或者是因的仆人来并且来解释因缺席的原因。第三，因无论任何理由，拢不得将悬汤出让，或者是借互别人，也不得暂时借互别人摕来当家己庄仔内，或者是庄仔外，或者是进来厝地道中来摕来表现身份显耀吼。但是呢，爱家己摕用悬汤吼，并且爱小心摕用，以免被偷或者是遗失。毋是讲为着迄个价钱来可惜，而是吼，毋通互即个悬汤所表征的权威变成大众化。即个权威只敢若由阮付可互因吼。第四，如果因村社中间或者是个人中间发生纠纷期间，必须要向阮荷兰人报告，或者是亲自来厝地向阮报告，绝对袂使私自相拍，或者是发动战争。但是爱甲代志交互阮来处理。毋过，如果因无论伫厝里或者是田野遭遇到敌人攻击，因会当来自卫反抗吼，自卫反抗啦吼，自卫反抗，甚至呢，互挑衅者死亡。我阁袂记挑衅者啥啦？挑衅者死亡。哎，好啦，袂记就知啦。记就歹，无要安怎。我先查一个挑衅的心理。读做愤吼，愤就是空隙吼，撇片吼，罪过，掉头，这拢是愤吼。气愤是啥？气性，气愤，愤油。愤好挑衅呢？挑衅我记得大理大书店是无啦吼。愤即字吼，大理大书店有收吼，敢若一个规则就是人的性吼，毋捌听过。大理大书毋是找台语挑衅的中文对应有野空、起空、起事哦，这对啦，这读过我野空、起事、起空吼。讲若有人伫田野攻击因，会当家己自卫反抗，甚至互一个徛空的人会当死亡吼，刣死袂要紧就对了吼。第五条，为着要尽可能来维护大众的安宁和平，除了由阮已经预定或者是以后将会预定的各共同拍拉的辖区以外，各社人拢只得伫家己的腊场来拍拉，不得伫别社的腊场来拍拉。所以荷兰时代都安尼规定啦吼。第六条，任何家庭或者是全社的社民拢不得
随意搬厝啦吼，袂当凊彩搬厝。必须要先甲阮或者是阮的居民讲，若是阮认为讲迄是对因有帮衬或者是有需要，迄时就可能会允准因来搬厝。不过山区里的人会当随时搬来别地来徛起，无需要任何的许可。第7条，若是有新仔人无佩戴银牌或者是查阮的许可证进入因社内被掠着，因就要伫通知阮荷兰人了后，会当将即寡新仔人自由该押送来即个城堡。迄时因将会得到康安部做黎明，毋是什么古尼啊，尼瓜尼亚部。第8条，因为伫即个地方的新仔人不可信任，因此各社的长老必须要社民转告阮的命令，讲爱尽可能莫含新仔人来往，以免被迄寡歹人用恶毒的作为来勾引，借机要来夺取因的土地甲金钱，就像最近因试图要阴谋进行安尼。迄场攻击，这就是讲各怀疑啦吼。蒙神保庇，会当互阮用武器来甲因拍败击退吼。阮犹原乐意保护因免受新仔人的暴力，也爱甲因讲，若是情况需要，顺服阮的村社里的所有的原住民，一听到阮的命令，就拢爱和荷兰人。即个并肩对抗哦，并肩对抗，台语无安尼讲法啦吼。安尼对抗安尼的敌人新仔人吼，因随时拢会当做出即种歹代志，为此因将会得到相当的康安部吼。也像因以后看到讲做军大来征送互附近村社安尼，不过伫无阮的命令以前，谁拢袂当家己私自攻击，或者是干扰新仔人吼。因为伫阮的地域，只要因行为端正，阮就允准因自由无路来徛起来谋生。第9条，这2年为着要互政务会当上轨道吼，上轨道了吼。阮决定主要村社的一切事务拢由牧师甲政务员共同治理。要将即个命令通知大家，命令大家对牧师来执行即个职务的时，拢爱互伊敬重遵行。对方阮的命令要去促进大众的繁荣甲政务的发展的人，因拢随时必须要无异议来顺服遵行。第10点，对迄寡已经设立学校传授基督教教育的村社长老，阮来甲因讲，对牧师、探访团队、学校教师，伫因的神职工作上，必须爱互因相当的尊敬，而且毋若即相当尊敬是讲爱钱吼，而且毋若因爱家己吼较骨力上教堂，也爱督促因的后生，督促因的囡仔甲少年人爱上教堂，因为教会人对因的即个难事以前已经抱怨大概是安怎讲？我迄天听到一个。伫阮伫槟榔大遐啦吼，听到一个讲 complain 吼，你知影因学历拢无讲介悬吼，台语讲 complain。我看找台语抱怨有啥物对应的词吼，哦，袂少呢，一堆呢。Marino 是炮丸吼，炮丸吼，怨叹吼。另外是台华锁定书店去参考尔啦，台华锁定书店黑白写一堆。
毋是讲我袂写啦，就是奇奇怪怪一堆啦吼。海餐吼，海餐会使啦吼，我捌听过吼。咸苦，就是咸苦的含苦吼，咸苦。甲好，有兴趣甲你看吼，海餐吼。因为教会人对因的男士已经海餐过几若摆，而且现在也搁咧抱怨哈，搁咧海啦吼。而且因此来设立的罚款，以前拢用伫建造教堂甲学校，但是以后爱分开使用，就是1/3爱分互迄寡村社长老、副手甲教师，即寡罚款爱改动一个荷兰人教师去收取。另外2/3将会由教师由牧师来收取吼，伫适当时机用来分互上困劳、上骨力啦、上用功的学生，而且由因的居民所提供，用来起造新的一个教堂、学校甲教师所住的即个竹仔厝、椰子树和即个万家斯堡门吼，万家斯堡门是啥？第7个字卡。是一种树吼，一种树仔的名称，就是万角树，毋知是啥物树吼。将来停报长官阁下了后，就会合理来付款来行因。因对即个情形，就会当清楚看出来，讲建造即寡学校，完全就是为着因的好处，要互因和因的后生伫个即个基督的爱念来受教育，来将德任捌真神。第11条，所有长老严格劝戒务酒吼，爱互少年人做一个好模样。阮的居民对此拢有共款的看法，讲因有一寡人甚至水甲敢若是像一个即个野兽无成人，水敢若像精仙无成人吼。有时还佫会出手拍人吼，闹出人命啦吼。抑佫有其他不幸灾难发生。经过因讲，对即个无规矩的代志无爱改正吼，一定会遭受到阮佫较严厉的处罚。也劝告因全体，特别是对其中几个人讲，爱尽力去引带上还袂到阮地号的因的即个厝边，甲因带去见咱荷兰人，或者是早来厝地来参加地方会议，或者是带来吼，应该带来厝地参加地方会议，带来城堡见阮。阮答应一定会好好啊感谢因，就像因已经亲自看到几若摆安尼，毋但会互因得到尊荣，也佫会对公司得到相当的奖品。2月份，哎呀，佫剩2分钟呢。13号我尽量看读了13条也甲因讲，地方会议是一个自由的集会，任何人拢会当无跨入来参加开会的情形，然后又佫会当无阻碍来离开，将来毋捌地号的村社，甚至是对敌的即个村社也会当来参观吼。因为即个集会是要谋取大众的好处吼，阻止恶事来发生。维护和平、排解纠纷，因此任何人拢会当前来参加，并且如上述又佫会当自由离开。开会期间绝对袂讲起任何无爽快的代志。第14，无爽快的代志，就是你若是敌对的啦吼，袂去超工讲迄无爽快的代志。第14条又佫讲，即个邻近村社原住民不得放狗吼，一定要将因的狗拔掉咧，以免去伤害伫迄个高地吼、原地啦，以及其附近的即农夫甲细只牛吼，附近农夫的细只牛啦吼。而且以后放好烧因的腊肠的时阵，一定要细腻吼，以免去损伤着即个其他人的切的稻仔啦吼，下面因的其他的作物，像以前发生过的安尼。第15条也各社的长老，特别是规啊长老命令讲，随时来斟酌关照公司的书信吼。批啦吼，即个报告吼，报告是读做报告，我查一下，
我记敢若捌听人讲过包哥，但是是毋是正确，我无解确定吼。好，今日点就是有收“过”即个音，或者是“过”吼。昆北高甜包肉吼，都是“过”。读较对。哦，包裹啦吼。第15条也各社长老，特别是几个长老命令讲，随时吼斟酌关照公司的批、包裹、箱仔、篮仔等等各项物件，确实对一社转送到另外一社，不得延误。对阮荷兰人为着公司的工作路径，因的村社必须爱互因协助，不得怠慢吼。违反处令者，将视同反抗者含恶徒来甲伊严厉处罚。第16条因全体讲，上述各项，无论是关系着全体，或者是关系着个别的事项，因拢必须爱记条咧吼。以后若有袂记哩，会当阮派驻的即个政务员来查询，因为因对所有的事项拢真清楚。第17条，阮阁问因讲，是毋是爱阮来承诺、来答应吼？一定会尽力来遵行上述各项，并且作为公司忠实的属民，永远顺服。承认阮对因的通知，伫一切事情吼，一切代志顶头，证实因的忠诚甲顺服。第18条，最后伫会议里问大家，敢有人有啥物要申诉的代志？或者是社甲社中间，或者是个人甲个人中间，有啥物纠纷要摕出来吼？若是有，现在会当摕出来，阮一定会秉公处理，互所有代志拢会当处理甲互双方拢满意。第19条，最后大家宣布，因为伫即个电话会议要处理的代志拢已经办好了，所以阮允准因就离开，转去家己的住的所在。毋过，请因先留落来啉食吼，和阮同齐来共款来同乐啦吼。即寡事项讲完以后，就用食面、饮料甲薰草来款待因，互因欢喜快乐。因大部分的人暗时就拢上路哦，转去厝咯。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边，空船只敢若载12个人。好。超过3分钟吼，歹势，为着要甲即个电会议甲读好煞吼。3个还未读煞吼，3个佫剩最后一工，我甲看一下好了。好，2纸呢甲读者吼，3月31号拜二有风的天气，日头真少，要暗下风停。长官阁下开动伊的动盘楼踮咧普罗宾社，准备要举行的南区地方会议吼，歹势吼，休一下喘。后一回继续读南区地方会议吼。今仔是拜二嘛吼，安尼明仔载休困吼。好，到遮。我看恁有做笔记无？哦，12条，遮侪条。好，看一个。记录下哦。记录下，有兴趣家己去看哈。我拄则有放一条歌，真好听哈。好，记录下文系吼，红语风。伊足伤手的，这是对抄来，就是伊啉酒啉足重的吼，足伤手。好，定本。做伙对抗怨吼，这是最直接的讲法吼，表示不满、抱怨吼，袂怨吼，意思就是抱怨吼。好，责怪嗨吼，表示嗨惨，怨天怨地吼，怨切吼，斗哦对，斗我较早有用斗即个用斗吼，叫袂记得即字吼，好。好，到遮来关房，感谢各位啦吼。多谢阿端，多谢大家。
关房。